召，我们要成为一个祷告的人，我们要跟你更亲密，我们愿意在神你的面前，我们亲近你，如同玛利亚一般。我们要成为一个守望者，一起依靠圣灵坚定站立，来抵挡仇敌的一切攻击。天父，是你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并帮助我们能了解仇敌，能清楚辨认撒旦一切的干预，使我们知道你必不叫我们混乱，反倒使仇敌混乱。我们知道仇敌无法与你匹敌，求圣灵保守我们不落入任何撒旦的网罗、欺骗、权势。主啊，感谢你保护帮助我们及我们所关心代祷的家人朋友们，能够远离仇敌的攻击诱惑。我们感谢你保守我们脱离无理之恶的手，我们更祈求你使我们远离一切的罪，帮助我们至始至终不给仇敌留地步，在我们生命中趁虚而入，同时赐予每位我们的弟兄姐妹们能够成为守望者。你来高抹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好让我们的能力能够从最小个人到家庭、社区、国家，成为一个侍奉守望者来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只想讨你喜悦，不受仇敌之事。我们知道唯有你无所不在，是全知的神，仇敌却不然，保守台湾社会和谐，经济复苏，各种产业生产力提升，百姓得平安，安居乐业，不受黑金毒枪支充斥社区当中，帮助我们每一个人真正穿上保护的军装，能拦阻仇敌一切的攻击、毁灭性的袭击以及黑暗势力，拆毁仇敌一切坚固的营垒。天父教导我们以你的仁爱，以你的平安、忍耐、良善充满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要成为一个祷告者，我们要成为一个守望者，求赐下属灵的洞察力，神的话语和宣告，坚固我们不动摇，并在人群中活出你的样式，见证你的大能。我们这样祷告都是靠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愿你裂天而降，愿你裂天而降，裂天而降，降临这地，降临万国光。愿你裂天而降，裂天而降，使如心的梦不断燃烧，求复兴我。愿你。是的，主啊，求你裂天而降。当我们在遇见生活周遭许多事情的时候，有很多忙乱杂事在困扰着我们，或是我们在得意顺境的时候，我们会失去了戒慎的心，或是我们平淡在主你的面前，让我们注神在耶稣身上。主啊，让我们看见你在我们当中，你在保护我们，你在启示我们，你在安慰我们，你在激励我们，你在医治我们。主啊，让我们常常自己审慎的了解
我们是否逃出了主你的翅膀的印下，自己在经历风吹雨打，让我们再回到你面前，回到你的怀抱。我们将每一个弟兄姐妹交在你的手上，我们每个人的境遇或是我们能面对的事情都不一样，但是主你爱我们的心都不变，你爱我们成长，你爱我们健康，你要我们更兴盛，你要我们做好的见证。神啊，我们就将我们的心思意念交托你，求你将这样的能力，将这样的恩典，将这样的祝福，将这样的提醒临到每一个弟兄姐妹身上。奉你名来祝福每一位，不只是成为富强人，成为代祷勇士，正能够成为一个在职场、在工作、在生活、在家庭当中来为主做见证的勇士。感谢赞美你，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拍手感谢主，谢谢同工，请坐，请回座，谢谢弟兄姐妹，大家平安。那我们慢慢进入圣诞的一个高峰庆祝的期了哈。那我们这个礼拜天我们要举行这个圣礼典我们总共有20位我们的弟兄姐妹有小朋友要来受洗，请大家为这一群要加入富强大家庭的弟兄姐妹来代祷求主保守他们能够有坚定的心志，特别是这个信仰的道路一直向前，一直往前走哈。那当然更重要是邀请每一位弟兄姐妹能够把握住这个跟神同桌的机会，因为这个是见证你领受这样的祝福跟恩典哈我们在礼拜天2堂哪一堂我们都踊跃的来参加来参加。那等一下呢，我们还有3位弟兄姐妹要做问道会，那我们请3位新朋友，我们能够到2楼的会议室，我们要请几位长老一起来跟你们勉励哈。那再来就是我们各样事工，我们在各个荧幕上有看到哈。我们在12月30号，就是我们的年终的时候，礼拜5晚上的8点到10点，我们要举行一个年终的祷告会。那这一年呢，我们曾经经历了很多我们无法预测的事情哈，有国外的战争，我们台湾的疫情，我们求主保守。那我们用感恩的心来送别，也在用一个信心来仰望新的一年，求主来带领哈。那我们圣诞节的各样的活动有3、4种当然其中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聚餐，在12月24号的聚餐。那我们这个礼拜就开始收会了哈，收会了所以请预备好交给你们的小组长或是交给那个办公室我们做一个登录，而且要你的名单所以才能够安排座位哈。还有呢，如果你能够提供一起载同工的，我们就自己分配好车辆哈。如果真的找不到有开车的弟兄姐妹帮你载的话，你请登录一下，我们能够统筹一下，在教会里面在当天的晚上载你到来归仁来归仁这个地方。那我们接下去的2个礼拜，我们的祷告会做一个调整，一个是堂外聚会，一个是圣诞节的一个各小组自行办理活动，所以再来有2个礼拜就暂停有这样的祷告会直到12月30号我们要举办这个年终祷告会哈。那等一下呢，如果有年轻的同工你还不赶时间能够来帮忙我们的庄圣恩干事来把我们的这个讲台我们要布置成那个圣餐的那个讲台请大家来帮忙搬动一下搬动一下。好，感谢主，我们在这个天气开始变化，大家保重自己的身体我们给隔壁祝福一下，说愿你恩典满满，好不好？来，祝福你恩典满满，大家平安，大家平安祝你恩典满满。